即摆伊用啊，安尼无效啊，该转去掠。伊本来是对遮收音的，啊，即摆对遮。变线开开。这样不行啊，出来。陈晨来帮忙用一下好了。还是可能会较好啊，顶悬就危险。对，他可能会也会挡他的视线。安尼就会使啊。伊就是写对这插帮出来，更近的声是对这个插帮出来，所以伊就收这个插帮，毋是对遮。遮是有声，哦，伊讲声是对讲遮，啊声是对插帮出来，对共鸣，伊是用遮共鸣。
这平安。伫今仔日礼拜开始进前，请咱当心有几件代志来祈祷。第一点，咱为着咱的兄弟，最近开始咧接种注射，身体有淡薄仔欠安，请为因的恢复大道，求主来减少伊副作用，赏赐因坚固的身躯。请咱当心跪下来祈祷。
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，阮最近因为这个 COVID-19 的病毒受到真大的惊吓，真大的无自在，所以咱即摆开始咧做小预防针，为着互阮的身体会当勇行，为着互阮会当有较好的心情，会当有较好的体力来应对来过咱的生活。阮即摆要为着阮的兄弟，为着因遮种这预防针了后，身体无爽快，因的恢复来代祷。阮恳求你来医治因，互因有好的体力，互因有好的身躯，互因会当用搁较好的精神、搁较好的气力来服侍你。阮安尼恳求，是恳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即摆咱为着咱恢复这个实体的礼拜，信徒来通有咱的敬拜的信心来代祷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主啊，阮知影，因为即届疫情，有足侪人开始心里惊吓，足侪人毋敢来礼拜，嘛因为即届疫情进前愈来愈严重的关系，咱的实体礼拜嘛有一段时间来取消。所以即摆恢复实体礼拜了后，嘛有足侪人嘛是因为心内的惊吓，无愿意出来做伙礼拜。阮要为着遮个兄弟来献上代祷，阮恳求你，所以互因信心有迄勇气，嘛有迄个安全感，来甲咱大家相甲来敬拜，相甲来参与伫咱的服侍当中。阮真正恳求你，用你的大权能，用你的大气力来答应因的内心。阮安尼恳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即摆咱为着咱身体欠咱的兄弟来代祷，求主医治因的身躯，请同心来开声祈祷。
主啊，阮知，阮个伫这地面上，阮会有侪侪身体袂爽快的所在，阮有侪侪病痛，阮求你医治，求你恢复阮的内心，恢复阮的身躯，互阮有气力来面对你。毋管是伫阮的肉体上的软弱，也是咱心灵上的软弱，阮拢恳求你，赐互阮气力，互阮会当来跑走你的道路。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来啊，咱着摇花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只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圣诗612首，圣诗612首，景有好歹，变化无定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只是咱三甲来共读信仰的告别，就是新的诫命。咱同齐出声来读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
即时咱三个来启用上帝的话语。启应文第2篇，就是诗篇第1篇。咱三个来启用。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亵渎者的位。伊爱慕上主的律法，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叶嘛无焦起。歹人就毋是安尼。所以审判时，歹人会互上帝算账。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。即时，咱要邀请圣乐队，今日所要献的诗歌是新圣诗375首，着大声礼物。即时，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46节到48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46节到48节。即时我用台语汉译本来共读。马太福音第5章46节，因为恁若听恁的有甚物报偿？遐个抽象的，也无安尼行吗？47节，请按恁的兄弟，有啥物较赢人、外邦人，也无安尼行吗？48节，恁着顺全，亲像恁的天父会顺全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谈伊话语的人。咱这时，咱要邀请苏牧师来证道，伊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信仰甲完全。
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运行，特别甲吴牧师伫厝外中间，怎样真做好的见证，来互一个人有机会通起做上帝的殿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虽然伫雨，也是有人有测是风台的中间。总是阮犹阁来到伫你的圣殿而乐敬拜你，主，阮的心仰望你，阮恳求你踮伫阮内面，重新起造阮的生命。主，阮知所有一切是你所控制，包括风雨。虽然有人有笑，今仔日毋免上班，总是看了到尾嘛是得爱上班。这就是人的变化。这就是伫无完整的中间，阮咧经过阮的生命。主，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，愿阮所默想你的话，诚做讲甲听的人的生命的成长。搁一遍感谢你伫阮中间运行，靠主耶稣名祈祷，阿免。顺转也是完全的意思，是讲需要调整。人的生命无一个无需要调整。虽然有人讲伊读足侪册，总是读册，毋是完整的物件。有一个台台真出名的这个学者，这是基督徒啦吼，基督徒。这个人叫做张文亮的教授。伊捌伫演讲的中间讲一项事，伊家己做见证。伊讲哦。伊到英国剑桥出名的大学，迄间出名的大学内面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作者，讲咧即个最后的博士论文的考试的时阵吼，老师甲问一个题目，伊讲一杯水放啊甜的时阵，佮倒落安怎？伊讲倒落未满出来，到一个程度，伊会安尼膨起来安尼吼，膨起来。迄个名叫做表面的张力啦，吼，表面张力吼。伊讲你若个放盐落去咧，伊讲盐落去嘛是安尼未满出来。伊甲问讲什么原因？问即个张文亮教授吼，伊都还未摕到博士嘛吼。讲5个教授伫咧甲问的时阵，伊讲啦。伊讲盐落去的时阵，伊会吸收遐个水，所以嘛袂走出来安尼啦吼，袂走出来。即个博士最后迄个主考官就甲伊问讲，嘛无落真济落去咧。伊讲落真济落去，自然就满出来安尼吼，满出来。伊最后甲问一个，伊讲若满出来的时阵吼，你敢会当甲我讲落落的时阵，迄个张力有偌济？张力有偌济？讲你家己踮遮继续想吼，阮5个教授要来隔壁咖啡厅啉咖啡安尼吼。讲伊怎啊伫乌邦直写，应该讲是伫英国，因为是北邦啦吼，会当刷来刷去吼，则写了佫刷过迄边安尼吼，写几部久吼，伊讲煞无法度呢，伊嘛毋知影对啊毋对啊，都直直写就对啦，直直写就对啦。迄个写到一段时间了后，这5个教授就傻入来啦吼。这台湾讲傻入来吼，就是稳稳啊行就对啦吼。就问讲，看讲，哦，你写安尼真好呢，安尼甲你恭喜你通过安尼啦吼。伊心内想讲，食力啦，我遮写我都抑阁毋知影咧，较会通过。伊讲。这个张文亮教授对细汉受训练，伊就甲问讲：无这是着伫对搭？这着伫对搭啦吼，这都爱找啊。咱要调整，都爱知影着伫对搭。吼，迄个华语咧讲啊，低是低，毋低是毋低是低啊。这少年听无啦吼。有。对，你低的台湾的还没有低小上低啊，无法度吼。伊讲
迄个教授竟然甲伊讲哦，我嘛毋知影偌济。啊，伊讲哦，伊怎个爱问？伊即人怎爱问？伊讲我怎问？啊，你毋知影你甲出即个题目，互我写安尼啦吼。伊讲伫咱的世界中间，一个人若知影伊家己毋知的人，就会当摕到博士学位。安表示啊，表示讲咱人拢无够野啦。啊，无够野，就安那一直调整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要找到什么时阵毋知。圣经甲咱讲啊，讲咱即马咧看拢无明嘛，什么时阵才知？讲见到上帝长头对面才知，安尼就是讲死了才知啦吼。啊，死了才知就无上慢啊。不过就是伫咱的世界中间，咧甲你甲我讲，人需要谦卑。其实咧重点是人需要谦卑，伫学习的中间来成长。大家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哦，真简单啦吼。伊讲你若干那甲你的迄落好朋友请安，啊有啥物利益？哦，外国人安尼做，吼。你若甲迄个含你的兄弟请安，意思是讲含咱兄弟姊妹教会来啊。安尼伊讲你嘛无啥物意思吼。我毋知影你会遇到外口人会请安啊袂？你敢会？有诶会，有诶袂啦吼。啊，袂人通常惊讲，你甲迄个人请安，伊毋捌你讲，即个毋知是笑诶是毋是？外国人是足常哦，伊毋捌你，伊嘛甲你请安，甲你请安。啊，总是台湾人拢袂，就熟悉伊较有请安。啊，我因为圣经安尼写哦，我着甲试看卖吼，试看卖。我遇到，当然毋是伫路行直请安去啦，毋是安尼吼。我若到一个所在，比如讲迄个大楼，我着大楼迄个管理员，我着甲请安。啊，迄个即间大楼的人，若行出来，我嘛甲请安。有人甲讲，我嘛是教会人呢。我请安是讲哪？平安。我甲讲平安2字尔。阮内面有一个人足趣味哦。伊是咧扫地，一个女的安尼。我头下讲，即个平安哦，伊嘛无咧插我。啊，暂时有当时啊嘛无咧插我。啊，伊若想要插我是讲，我若讲平安，伊就讲健康。哦，我若讲平安，伊就讲福气。有当时啊伊安尼哦，总是迄个首位、3位吼，一直换。我特别要出来，平安，日记平安。伊拢知影，吼！我感觉讲，每一遍我若甲遐无相的人咧讲的时阵，伊的面拢有笑容，因为平安是你我所爱的物件。教会人讲请安是平安，毋是食饱未？哦，毋是食饱未？啊，当然食饱未有伊的重点啦，是咧关心讲啊，你敢有饱无？啊，我若甲你讲，我还袂食咧，你敢要请我？有诶讲啊，我请你来食饭，会哦，有会哦。这就是生命中间，咱咧讲，要怎样对遐熟悉的人甲无熟悉的人请安。我拄则讲外国人拄着拢，早起是拢 Good morning 吼，我拢甲翻译讲牛无灵啦，灵就拢互人食了伊啊，暗时啊 Good night， 伊安尼讲，表示意思因咧努力照圣经的话去行。伫行的中间，伊甲人的中间的互动的关系愈来愈水。伊将平安甲喜乐带互别人，这是圣经甲咱教。伊讲，你若甲你的熟悉的人请安，咱这无啥意思。啥无啥意思？这就是买卖啦，买卖。我互你5箍，你互我1支冰机；我互你10箍，你互我2支冰机，对不对？即使我若互你1箍，你嘛互我1支冰机，安尼就无相像哦。本来是5箍，我1箍尔，你就好啊，所以我要读一个故事，讲有一个人，伊的阿叔，老爸老母细汉就死，甲饲大汉。有一日，即个阿叔吼对顶悬摔落来去做工课，这是实的哦摔落来，煞单袂叮当，转来伫厝倒咱遐，一个医生讲，来甲讲。
即个我嘛歹医啦，看上帝会当医的袂啦，看上帝会当医的袂啦。即个高囡仔吼，台湾拢讲高囡仔吼，应该是袂使安尼讲啦吼。啊，若迄款装好，佮讲毋是高囡仔，即个死囡仔，哦，对毋对吼？即个囡仔吼，听到即个医生咧讲，伊嘛毋知影上帝是啥，因太细汉啦，伊就摕1箍银去西药房买。恁遮毋知有咧卖上帝无安尼吼？伊讲你几元？我1箍啊。讲所有的西药房拢甲讲啊，囡仔莫踮遮乱啦，转去啦，安尼啦。伊毋知影即个囡仔的心是要救伊阿叔，伊毋知。直找到一个黄昏的时阵，拄一个有60几岁吼，用囡仔要创啥？讲恁遮敢有咧卖上帝？你买上帝要创啥？因为我阿叔吼对细汉甲我顾到这样时。虽然我还袂足大，总是毋拄我足疼我即个阿叔，毋通。医生甲我讲，敢若上帝会当救伊尔啦，所以我着要买上帝安尼啊。即个老人甲问讲，你几元？1箍啊，1箍。即个60几岁老人哦，讲对伊家仔顶哦，摕一罐物件落来。小朋友，即罐摕转去，恁阿叔会得着好。1箍我还收起来安尼。伊真正摕即罐转去，就甲阿叔讲：，即罐你若食落吼，就好啊啦，安尼啦吼。总是无拍算，隔日有一群医生来，那照记载讲是世界拢出名的医生哦，无上科的拢甲召集来，就医治即个阿叔的病。这阿叔个人活起来，即个故事当中也袂晓足济，我今日毋是完全讲，就是讲即个囡仔的信心，人也讲上帝会当医，伊嘛毋知影迄是啥物，伊就将伊所有的1箍银来要买上帝，来要救人，这就毋是买啊！1箍银要安怎买上帝？无可能。总是今仔日甲咱讲的中间。互咱知影，信心是伫无常的中间、无够野中间，一直咧调整，调整到有一日，你我感觉真满意，可能安尼就离开世间。总是上帝甲咱接纳，互咱伫生命中间重新受起造。所以我犹原要通过今仔的圣经，再佮大家分享3项代志。头一项事就是。要互咱的心得到完全、完整、调整、顺转，就是爱常常欢喜上帝伫你我的心内，来拄起你我的需要，拄起你我的需要。逐个人拢有需要啦，吼。迄个需要是有当时为着别人，安尼就毋是需要啊。我做爱即项物件，总是即项物件要互别人来成长。安尼无相像哦，亲像我拄则讲，即个1箍银，即个银仔为着伊的阿叔来做，伊袂感觉我1箍银仔，我干1箍银尔，这是我的啊，毋是，伊欢喜，互即个疼心伫伊的心内，拄起迄个家己为着我尔，即款的需要拄掉，人的世界。常常会有误会伫内心，你我拢有呢，有当时会无一定全掉伫伊内底，你家己毋知影，等候碰着读圣经、吟诗的时阵才知影。所以先就爱欢迎耶稣常常进入你我的心，互迄个需要才会消除掉。我本来有咧想啦吼，就后来想讲你遮无倒所以我就无想啦吼，无想。我咧想的原因，就是用一块茶杯。我安尼讲，恁应该会去看到迄幅图啦吼。用一个茶杯是铜光的茶杯，然后我滴2-3对万年笔水，乌也好，红也好。万年笔水可能少年嘛听无啦吼，因为即马拢用原子笔嘛吼。滴1-2滴，内面就变做无常色啊。
要安怎互即个有为无常识会当清除，就是倒爱倒新水落。咱拄则讲表面张力嘛吼，你直直倒头啊，迄个色还阁安尼，你倒一出啊，伊色嘛差不多。你愈倒愈侪迄个色啊呐，会愈来愈薄。到底有一日你完全拢倒了后的时阵，遐个水拢换掉的时阵，就拢清的啊。我讲啊，你想去北岛，你转家去试。即个就是搁咧讲起，是安怎逐日都要有主耶稣基督踮伫你我的心，一直甲清除遐个物件。咱家己要清除足困难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有爱的物件，拢有爱听的物件。总是若迄个无爱听的物件，你甲藏着、甲清除的时阵，你会看见你我的生命会愈来愈无相像。伫迄个无相像的中间，会看见上帝的眼光，果然就成做你的快乐，成做我的快乐。即个清除的物件，咱通常讲是逐日都爱灵修啦吼。我无要甲你问，无要举手，你免惊吼。逐日都爱灵修，这就是咧听倒水落。逐日都爱祈祷，这都爱倒水落；逐日都爱学乐感谢，这都爱倒水落。你逐日若有安尼的时阵吼，你会感觉你的生命开始无相像。昨昏我拄伫学校啊，遇到偏学来的即个朋友啦吼，啊未信者，啊阮校长甲讲吼，你若读到博士吼，我毋望你洗礼啦，啊洗礼博士就会过啊啦。讲笑啦，半讲笑。啊，另外一个就讲，都爱洗礼哦。伊讲对啊，即间校吼，就是用基督教的信仰做基础。我即摆咧服务台湾教牧心理院做基础，用协谈的技巧做工具咧帮助人诶。敢若工具有路用，总是无完全路用啦。只有耶稣基督成做你我开了才有路用啦。啊，迄个女的就甲我讲，我毋知迄是因某啊，毋是啦，我看是毋是啦吼。伊讲牧师，我听你的台湾话讲了真水呢。啊，我毋敢讲我真水，我讲不过我有标准考试通过啦。我讲真早呢，我迄个时代，你的台语考试都要80分以上才有通过，79分。几年前，50年前交100块补考，安怎考？爬去台仔顶，迄个满粒机3章13节到20节，啊，你着爬起来念，着念好正确哦。这是安怎较有台湾的真侪笑话，遐个女的迄阵嘛着爱念呢。啊，所以有女的爬去哦，因为惊到哦，耶稣教死人，耶稣教死人啦，伊读做教死人吼，啊讲迄个。400个女王来见所罗门，400个女王啦，爱读做400个女王啦吼，下骹着笑啊，伊嘛毋知人咧笑啥，吼。撒玛利亚甲犹太无往来，下骹讲有啦，往来伫关庙啦，吼，对毋对？安尼，啊，这就是台湾话水的所在。你若会晓，就将这个真简单的话，互人会当笑足欢喜，安尼嘛足好啊。吼，你会当去调整啊，吼。包括主的祈祷文嘛是安尼，吼，有一个牧师拢教因囝讲，阮伫天灵咧飞，啊伊讲啦，讲阮伫天灵咧飞，吼，啊老爸本来想要甲修理啦，吼，牧师啊佫教囝安尼吼，啊后来想讲，上帝若互咱伫天灵咧飞，安然自在嘛足好啊，无甲骂，只有甲讲，毋是飞是飞安尼。过来讲，愿你的名声，迄个囡仔讲，愿你的名称。因出去拢听着讲，哦，你的名足称足称，所以伊就愿你的名称。啊，老爸后者嘛无欢喜呢，啊，总是后来想，有影上帝的名神圣，都要互称起来，都要称起来。怎样伫你我的生命中间，伫这个人毋对的所在来看见上帝的眼光，这嘛真水的物件。啊，总是你都爱讲正确哦，你袂使讲怎安尼以后拢互伊拢定定讲安尼袂使。这个叫做灵修，这个叫做读圣经，这个叫做祈祷，叫做学乐，就是咧清这物件出来。
我毋知影你我一日拢食3顿，啊食3顿拢祈祷，我拄则讲即个，伊甲我讲，你台湾作水，我拄用即个理解讲，台湾的作水的原因就是安尼，我落尾拄啊教会有一本有迄款迄落东门教会100周年的旧的圣诗，我拢换新的。哎呀，旧的圣诗讲要互人啦，我总甲讨来伫阮校，我总讲，你若做爱学台湾话，我即本圣诗送你，内面作者诗，作者真水的诗。你若无人甲你教，足简单，我毋知影咱中间知影无啦吼。你去YouTube找迄个名，伊就唱互你听。唱互你听的时阵，你就当去对。就爱对，一边有汉字，一边有白话字。若读过英文的人，真紧学着遮个台湾话安尼。伊真感谢昨摕迄本手转去啦，迄本即马应该伫平湖啦吼，走转伫平湖哈。不过我咧讲遮物件，就是讲，迄个圣经，迄个台湾话，迄个圣诗，你若读你唱着啦，你本来袂晓，就变做会晓嘛。本来袂晓变做会晓，就是你愈来愈完全嘛。我昨落尾甲讲一个笑话，这是真正哦。我是讲笑话，总是对伊来讲可能真正。我伫中大咧教册中间吼，拢有原住民，我拢甲原住民讲，恁都爱认真保守恁原住民的话，迄都爱甲保守掉咧。学生拢讲保守掉有啥路用？我讲有路用哦，有当时人若咧轻视、甲你侮辱的时阵你得用原住民话干咩？伊听无，你作爽，对不对？咱咧闽南人听有会搁互拍咧，对不对？你若伊听无伊讲你咧嗷念，伊想你毋知念啥，对不对？当然这是半生笑的一部分，总是好的一部分啦。就是即个人若听原住民话听有。伊若阁袂受气，这人一倒。你要听有的语言是要帮助你成长，你要到什么所在做好行？一个人若捌法语、德语、希伯来语，阁有西班牙语、台湾话、华语，你是毋是这国家你去行，拢毋免不叫人甲你翻译，阁互骗去？伫生命中间。你我需要一直调整。当伫即个讲，互耶稣基督常常进入你的心，进入我的心，有一首诗啦吼，有一首诗即首诗我会当互咱做参考啦吼。即首诗是讲主永活伫我心，主永活在我心，永活在我心。即条歌吼。伊有3节，我无要讲3节吼，我只有讲第3节就好，因为第3节拄好有咧讲即个物件吼。伊讲耶稣成做我的力量，凡事到伊面前求，我深知伊要一路引带，互我的生命搁较完全。我要永远学乐。我的主，因为救主徛伫我的心房内底，我要永远学到我的主。当救主踮伫我心，你若要互你的生命愈来愈完整、愈完全，真正无耶稣无法度。你若看见十字架，你就知，十字架毋是买卖呢，用顶是十字架是牺牲。无管你要信毋信，迄是你家己选择你的代志，总是伊欢喜为着你，甲为着我来做。当第2项事咧讲讲迄个改变误会的心情是爱顺服。咱的生命有一大部分就是拢无爱顺服，顺服是艰难的代志。迄个艰难的代志。佫是你我生命上界根本的重点。当然，要顺服中间，都要分别啦，都要分别。袂晓分别的顺服是戆呆嘛，毋是拄则迄个张文亮讲，我已经找了，找拢无，迄个要互我朴素的伊嘛毋知，对毋对？
这是无相像的代志。伊讲顺服是有当时啊逆境，会叫我安尼做，啊，我可以安尼做，无形中间去得到帮助，得到利益。无一个人无伫逆境的中间，伊若学习亲近上帝，当得到帮助。上帝通过每一项物件，咧对你甲对我讲话。譬如讲，我今仔车有哪个驶入去迄个上后壁迄间，啊，有人甲我讲头一排的第一号也会驶，啊，佮边啊，即个环的中间迄是迄款恁的迄款迄个交通车嘛会驶。我今仔看到迄个交通车遐无伫遐，我看是牧师开去北新教会，对毋对吼？第一个嘛无人停，我本来想要停，想即个第一个危险，是安怎危险？你知？恁这开车敢恁敢知危险怎？毋是边下骹有一个咧门咧叮当遐机器伫遐，你可能若无注意，你会咧弄破的，迄是危险嘛？所以我有当伫咧驶，总是驶入到内面哦。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遐草啊拢出来。即台车若4、5百万可能伊无啥爱驶入去。骑到遐草啊边仔有云啊。我迄台车较无遐好啦，所以我就慢慢甲驶入去。我本来是正平开入去啦，以前拢正平入去。正平入去定定会骑着，定定会骑着。我即马倒驶啦倒驶。迄落反车人讲袂使倒驶啦，伊讲倒驶若坐伫后壁的人喙若开要安怎？这拢恁台湾的听有的人才会笑啦，听无就无法度迄个原住民佫讲啦，恁这汉人拢欺怨，车倒驶就好倒啊，就啥物翻头，就用阮的翻啊，对毋对？无就翻啊火，拢用翻，这就是讲。捌语言的人，伊会讲笑话，或者汉人踮遐笑啊欢喜啊，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伊顺服。你骂我不要紧，我顺服啊！这是实境啊！较早人叫阮还啊，这是事实啊！我着顺服，我着领收起来啊！有的人无顺服，就安那小拍啊！你是安那骂我反？叫讲山地嘛袂使，即马改做原住民。你若无形中讲山地，伊会当接受，这是顺服。这嘛不要紧啊，我住伫山顶啊。恁无才调住伫山顶啊，阮有法度啊，对毋对？顺服伫生命中间是足重要。总是圣经有寡先知是无顺服，伊明知哦，佫无顺服。上个典型的，恁想啥物人？实际上拢会甲恁问啊，就是我咧问看恁有读圣经无啦？啥物人？用啦，对吼。用啦明明知影上帝哦，伊捌上帝，你若注意甲看伊的故事，伊讲上帝，我知影你吼，你有慈悲怜悯哦。我若甲因讲哦，因若悔改，你着赦免啊。我着白做的啊。敢是安尼？伊捌上帝哦，当时上帝叫伊去，伊着天天无爱去，天天无爱去。咱有当读圣经啦，学了祈祷了，咱捌圣经足济，嘛捌上帝啊。竟然上帝叫你我去的时阵，你敢要去？永远是即款人啊！上帝无多得啊，互伊毋免坐船遐那紧吼，用鱼较紧，对毋对吼？鱼比船较紧呐，鱼拢迄落拢无阻碍，船爱阻碍，对毋对？鱼袂讲会忝啊，人当面个会忝吼。本来要坐船的，佫反方向，鱼讲着送到遐。这人的私心是无爱互罪人悔改，其实重点伫遐。咱若看到迄个歹人哦，介好较早死的啦，对毋对？咱有当时常常咧想讲，介好人介拢较早死，歹人较慢死。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吼，讲过做恶做毒，骑马落库。做歹人拢骑马，好人拢用行路的。世间是即款情形啊！世间是即款情形。总是你若甘愿伫顺服的中间去看到
上帝要甲你身上成就的，毋是干那你所想的，我所想的。咱所想的，就是我互人学乐啦。我读册读足侪册，所以我讲的人拢听有啦。啊，人拢学乐，你都够讲啦。这毋是重点。重点是遐人听到伊的生命有家己改变有无？毋是咧听你讲故事欣赏，啊讲啊你足够讲安尼，毋是安尼。所以约翰伫遐嘛是安尼呢。伊知影上帝所要做的代志，啊有影到尾伊证明对呢，有对啊无对？因为人拢悔改啊，上帝煞无甲因处罚啊，啊所以我毋甘愿讲出去外口吼。啊！上帝佫用无相的方法来教导伊，用那书无讲到尾，用那安怎，总是咧教你甲我讲。伊含家己无努力的道咧埋怨，迄丛树啊嘛毋是伊种的，爱有黄虫个叶，偌欢喜的。啊，结果虫甲食，伊煞怎袂当有黄虫个叶，就无欢喜。世间人。你我有当时也亲像伊哦，无努力拍拼得到的，足爽快。忽然间袂埋怨上帝，哦，用那是一个典型的。伫你我生命中间，怎样常常因为世间的迷惑，家己心毋愿袂顺服。不过有一个人顺服真好的，迄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哦。我想，若有甲你讲，啊，台湾无啥好啦，你怎搬去迄落马来西亚？你敢敢去？咱知影有一阵，逐个人拢走去拜利斯，拜利斯有无吼？讲台湾会叫阿强统去安尼吼，怎逐个拢走去拜利斯？我嘛有朋友，嘛是教会长老，嘛走去拜利斯吼，即马当然还佫伫遐吼。总是有真侪去拜利斯的人，佫倒转来，因勇敢倒转来。伊感觉我互骗去，我互假先知骗去，我就倒转来。有的人留伫啊，毋是因为民主问题，伊感觉上帝既然用即款错误物件带我来遮，我就好好伫遮经营，伫遮工作。有的人伫遐怨叹，我嘛听到有人怨叹，怨叹甲种也毋知影要安怎做代志啊。顺服伫人的生命中间是一个足重要的事。当亚伯拉罕上帝甲讲，你着离开本乡本族，到伫迄个所在，我带你去的所在。伊讲亚伯拉罕嘛毋知要倒倒，含拄则迄个剑桥大学的考试官相像哦，就讲叫你写尔，伊嘛毋知影答案啊。总是这个人后来伫圣经诚做信用的老爸。伊的信用的水，就是伫伊想袂出来中间，还阁顺服；伫生囝生袂出来中间，伊嘛还阁顺服，竟然有生出来。甚至上帝讲伊生囝，阁要叫伊抬做献祭，伊嘛阁去做安尼。所以有当时用咱读甲讲上帝用的方解成奇怪，这段伊咧献囝，即个故事。有个人讲，甲说明讲，这个上帝够残忍，着生一个尔，着要甲杀好死安尼啦吼。总是捌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，伊安尼说明，伊讲亚伯拉罕食老生囝大概袂生着聪明囝，拢生着白痴的啦，拢生着白痴的吼。所以因老爸叫伊创啥，伊就创啥吼。其实咧讲因的囝的顺服啦吼，总是误解的人就讲伊是白痴的。不过伊的尾仔结论袂歹。伊讲虽然伊是白痴，甲白担迄顶悬伊也袂走，对毋对？等候举讨要抬，靠天使甲阻止。总是即个天主教神学家讲，上帝疼心含白痴的，伊就毋甘愿好死，伊就要救伊的性命。伫你我中间，咱有当时未了解上帝，学伫了解。一个人若讲我讲的拢完全对，安尼有问题哦。我今仔含你讲，我嘛是安尼甲你讲。我今仔讲的是一部分，可能你的生命就看到一部分。
我毋是讲即个部分是绝对的，你会当看到另外一个部分。啊，若用较简单的，恁就随听有啦，叫做青眉人咧摸啥？摸枪。青眉人咧摸枪，伊讲啦，枪是啥物款呢？伊讲枪哪像护士咧，伊就拄好摸着伊鼻啊，佫会摇来摇去嘛，对毋对吼？青眉人啊，去摸着伊腹肚，伊讲啊，枪都哪像一片壁，吼，若去摸着骹，伊就讲哪像树啊，对毋对？拢无相像，总是遮个拢甲做伙用做伙，你就会知影上帝要怎样甲你甲我讲话。你就慢慢会知影上帝怎样通过遮个无相相款的情景中间，来起造你我生命，愈来愈顺转，愈完全。这嘛有一首诗，我嘛感觉真好吼。啊，这首诗嘛有30，我敢若要念第30道。伊讲：将心互我，圣神呼叫的声，愿你的一切听叹我的指导。你要享受主恩，多搁较多，完全顺服，将心互我，将心互我，将心互我。有听见无？这随时随地的呼叫，你爱救你脱离，伊要救你脱离世界的漩涡，自心你呼叫，将心互我。伫完全顺服中间，将心互上帝。咱要顺服，若无完全顺服哦，佮留一部分哦，拢会有问题。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安尼，巴兰吼，巴兰咱大拢知啦吼。伊看到黄金愈济，册内人愈有尊贵的时阵，伊心就震动。上帝头一遍就甲讲袂使去啊，总是伊心震动。到上帝叫伊去，伊头一遍伊知安怎甲伊讲呢？伊讲：你若将规厝间的金银互我吼，我嘛袂去啊。总是竟然物件愈济时，伊就去啊。最后，上帝竟然通过动物甲伊讲话，动物讲话。当然是圣经记载动物讲话是讲，伊开嘴用巴兰的话讲互伊听啦。最近我拄伫册架找着一本册吼，伊讲动物会讲话，动物会讲话，是你我听无，总是你若认真去想的时阵，认真去听的时阵，你会听有吧？你会听有。我毋知影安怎听有啦，我毋知影安怎听有。不过伫历代历史的中间，有一个人叫做圣法兰西斯，这个人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啦。修道院院长，伊竟然会当甲鸟仔讲道。伊讲行去款迄落树林内吼，就甲鸟仔讲道。哎呀，鸟拢点点踮遐搭，可能讲起来咱无啥相信啦吼。总是你若咧饲动物的人，你知影，你的动物你若要袂甲饲，你点点踮遐，伊会点点踮遐听你讲话。你毋知伊听有啊听无啦？总是有当时啊听有呢。你若是台湾狗，你讲去，伊就走去。你若讲英文，伊听无；你讲去，伊就走去；你讲来，伊就来，安尼。伊听有啊，是伊袂当甲你分享咱无相的声，即个声诚做象征来甲咱讲话。动物有哪听有啦，毋是听无啦。总是伫咱的世界，因为咱无大人普通人无真大的研究，所以咱拢讲动物听无啦。其实因听有，因伫生命中间。一直咧诚做你我的帮衬，总是因要对你我来帮衬，就是你我都爱完全顺服。即只动物即个动物即种的动物嘛，得完全顺服。伫顺服中间来看见上帝阳光怎样照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圣经有一个人，迄个对我来讲嘛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。就是摩西，我毋知影，你若看到火咧倒，搁烧袂出遐的物件，拢袂烧去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安怎？
上帝只有简单讲，你徛所在是神的所在，你来烫鞋啊，人仔就烫起来，后来更较精彩的是，上帝叫伊去甲法老讲要互以色列出来，几摆？10摆呢，毋是1摆尔呢。咱大部分的人若我可能1摆就到个啊，我常常讲，我可能上届忍耐到第3摆啦，安尼啦10摆呢，10摆，1摆搁1摆顺服，1摆搁1摆顺服。倒转来上帝甲伊讲无相方法，伊就搁用无相方法。顺服是通过顺服了后去学着新的方法，听着上帝新的方法，甲你教我教，咱就爱去调整用新的方法来处理，毋是照顾哦。咱若常常照顾咱的生命，就停顿伫咧所在。所以，咱顺服将心互上帝的时阵，伊要对你我1摆搁1摆甲咱调整。互咱生命伫调整的中间，得到真实的快乐甲平安。第3项就是，什么时阵爱换心，就爱今随时啦。你毋通今日听道理了，等于讲，牧师你讲我有听着啦，我着1礼拜后较来就好，较开始就好。每一遍你听着什么人甲你讲，你咧祈祷圣经甲你讲的话，你着随时开始。总是有困难呢。有困难呢，伫随时开始，你可能会搁甲上帝求啊。世间人讲我家己有法度，所以我会当做，毋是啊，你得爱上帝求帮助你啊。我想咱有人可能捌看到100度了吼。我本来嘛想要将这个图用这个互咱看吼，总是拄则迄个倒水甲这个图，我有咧想，总是我感觉。我嘛毋知影要含即个兄弟安怎去用遐个图互伊吼，无法度。不过我有用说明的，恁可能有个人已经捌看到100度，就是耶稣伫门外咧拍门。100度是一个足出名的画家画出来的图。总是有个人可能看100度，讲耶稣伫咧拍门尔，无咧注意。100度外口无咧开门迄个砖啊，也是咧挤的迄个物件。外口无哦，伊是只拍门，看你要开也毋开，看我要开也毋开。上帝耶稣基督圣神要进入你的心，是你家己都爱自愿啦，伊袂强迫入去。拄亲像即个画家咧讲耶稣常常甲你我拍门，用圣经来讲，毋通消灭圣神的啦，感动。当时圣神咧甲你感动，是通过拄则圣歌伫咧所吟的诗，只有1节，也是可能1段尔定。有当时可能通过咱拄则所咧吟的诗，是一个圣经节变做一首诗歌伫遐咧，互你吟。其实拄则咱所吟的诗，就是第3部分，我要和咱分享的。经有好歹是主所定。先知耶利米哀歌安尼讲，第3章伊讲，若毋是上帝定着命令定着吼，无一项事会当完成，无一项事会当完成。上帝有伊的方法，不过是你我较毋知影尔。你我要找真困难找。昨昏有一个牧师伫蒙地市中间吼。就送一个87岁的朋友，伊伫蒙地忽然间徛当我边仔讲，南部有一间教会吼，因即马无牧师，要叫我去。讲我本来要去美国，要看因呾生出来孙啊。总是伊后来想想讲，我这条命是上帝的啊。教会有困难，我较会袂当去遐帮衬。伊讲，今仔日我才来蒙地，明仔载教会嘛，搁一场告别式，安尼，都爱去高雄就对啦吼。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即个人是副总经理哦，叫一个司机载，伫台中的时阵，可能2个拢咧困，
你知影若总经理、副总经理踮车顶就困嘛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司机互伊去驶啊，结果毋知影弄一台车当做两边，吼，啊，当送去营总，伊的同事死去，伊去营总落尾再转来台湾，再转来台南，伊精神了后，反省了后，伊讲，这条命是上帝的，我要来读神学院。因总经理讲，你是咧起笑，做牧师一个月即也无偌济钱啊，你副总遐啊济钱，对不对？佮有司机甲你载，对不对？伊讲，不过这条命是上帝的。伊留我换命，一定是要做伊的工。这个总经理听听有呢，你敢知？伊讲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你头一年，你的薪水照互你，哦，算甲你支援。不过你一礼拜吼，大概转来，你若无咧上课，中间转来公司吼，行看看咧。伊毋是叫你转来办公哦，转来行看看啦安尼。伊知影讲安尼是算有办公啦吼，伊无。莫互其他人讲，哇！即个人真熟悉的人出道的人讲，即个人拢无来啊，还来个逐月即个发薪水发一档安尼吼。所以伊咧讲我听有。人伫上帝面前，无论是牧者，无论是世间人，你对上帝祈求，有当时啊，伊嘛无求啊，吼！伊坐踮车顶，伊嘛毋知影讲伊会活咧啊。总是上帝留你的我的活命，一定要叫你做我啥物代志，我毋知。你家己就爱去问。这人感觉伊留的活命是要做上帝的工，毋通搁看世间遮的钱，毋通继续做副总，有司机咧帮伊驶吼，无安尼吼。所以我拄则咧讲，迄拍门的事嘛是咧讲即个，是这人家己自愿，我要真做。耶稣呼召迄个人来做伊所交代我的工。有一个圣经则是安尼讲，这嘛也入去哀歌，伊讲主的确无永远放杀人，主虽然互人忧伤，犹顾要照伊百般的慈悲发出怜悯，伊互人受苦忧闷。毋是伊所甘心的，上帝互你我受苦，毋是伊甘心的，总是伊要通过安尼，互你我的生命重新受起造，来看见上帝的荣光，来伫你我生命中间真正得到平安甲喜乐。拄啊，亲像咱拄则所言的是，无论是款经有上帝咧照顾你，啊，通常即个诗吼，我有当时啊拢会甲改啦吼，啊你若家己咧吟会使改，你若公开袂使改啦吼。公开就对啊。伊讲头一节上帝咧照顾你，第二节上帝咧照顾我。你袂使拢讲照顾你，也无照顾我啊。第三节就是咱大家上帝咧照顾咱。咱的生命就是安尼啊，大声照顾别人，总是上帝嘛照顾我啊。所以我嘛，就爱祈求上帝照顾我啊！我认真做工，上帝照顾我，互我更加做较好的工。最后一个就是咱上帝通过咱大家的努力，照顾咱大家，互咱的教会成做有开得见证的教会，互咱教会成做一个荣光的教会。毋是干那我荣光尔，毋是干那你荣光尔，是大家拢得到荣光。这是今仔日。你我所要会当想象的三项事，结尾来讲，完全亲像天父完全是你我生命的一个经历啦，是渐渐成长、渐渐进步，佮渐渐成熟。直到有一日你见耶稣面，我见耶稣面，你我拄着上帝时，你我拄着圣神的时阵，拄着耶稣是要做啥物？要知耶稣怜悯咱这软弱的人。你若看四福音的记述，耶稣怎样怜悯遐软弱的人？伊来要关心这孤儿寡妇软弱的人，因为这人无法度为着家己甲人抗争啦、反抗，对不对吼？
拄着上帝是咧讲啥物？拄着上帝讲，咱会看见咱的问题。若要完全，咱一定看见咱的问题。咱看见咱的问题，咱忏悔时阵，上帝要怎啊放你担遐？圣经中间上界典型，我最爱的就是以赛亚。伊讲伊到上帝殿啊，看到上帝的眼光，毋是干那安尔，伊讲看到伊家己的罪。伊讲我喙唇无清气，搁安那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啊，安尼啦，所以咱拢有问题就对啦。总是上帝真用拄只亚利米爱搁讲啊，伊因甘愿互因受苦，伊就安那。吹天使硬火炭来消除伊一切罪过。基督教上界水的信仰，就是你认罪，我认罪的时阵，上帝袂怎啊放久在你去啦。伊会甲你清你的罪。所以圣经讲，一个人若袂晓承认家己的罪，毋知影家己有罪，这是世间上界讲的，受审判更加食力。但拄着圣神要创啥物？伊讲，当拄着圣神，要互咱知影，什么是该做甲无该做，即款的智慧啦。咱若袂晓知影分别好歹吼，仓库一大堆物件，你要用什么来做抬升，用什么来做落尾，迄就是智慧呢。迄个智慧就是所罗门王对上帝求的呢。所罗门王对上帝求是讲啦，伊讲我无法度啊。我亲像这张文亮讲，我都毋知影，迄个教授嘛讲，我嘛毋知影。伊对上帝求，上帝互所罗门王用上界简单的方法来做上界好的结论。什么？讲两个人生囝，一个第四，一个无第四，你拢知。伊用世间上界好方法呾，倒这人一生啊，拢两个拢站做一分一半。这些也一半互你，这些也一半互你，这嘛一半互你，这本。伊咧看见什么？上帝互伊看见什么？一个有慈悲的心的人，迄个人的确是对的。有疼人的性命的人，的确是对的。所以其中有一个负责人，你知影讲，毋通，这个拢互伊，宁可失去我的囝，互伊留伊的活命，互别人去饲，不要紧。所罗门王就是安尼啊。现代人敢有即款智慧？有一个人，我感觉袂歹，我今仔甲恁介绍。迄个人叫做尼布尔，尼布尔吼，英文叫做 Raphael Niebuhr 两个兄弟啊，拢是真好迄款迄个伦理学家、教育学家，嘛神学家吼。伊有讲一句话，我的心暂时要曲调咧。我毋知以前有甲咱讲过无？若有，咱搁复习一遍嘛，袂歹吼。伊安怎讲呢？伊讲上帝求你，互我有宁静的心，宁静心。若知影袂当改变的，我还阁会当宁静，宁静的心。上帝求你，互我有勇气，该改变的，我就去甲改。世间就是安尼啊。会当改甲袂当改尔，对毋对吼？你要换车甲毋换车安尼尔嘛，对毋对？最后迄句足重要，讲上帝求你，互我有智慧通分别，什么着爱改，什么毋通改。我逐日咧学即个物件，有当时嘛判断错误呢，我去调整倒转来。该改你无改，一世人扣甲；无该改你甲改。一世人两倍，真正是安尼哦。这条路你无应该行，你硬要甲行，你食力啦。这条路该行，你阁毋行，嘛食力。总是这需要有你判断。我最后用一个做结束吼，这嘛实在人的故事啦吼。讲有一个中午载因太太讲要上班。爱普通时拢行即条路，因先生讲行另外一条路较紧，怎行迄条路？结果无拍算，迄条路煞塞车啦，煞颠倒慢啦，煞颠倒慢。即个太太家己安尼路尾写出来，安尼讲，伊头本来足受气，规迄条路就当行，你无爱行，
啊，你着调去走即条塞车的，啊，拄仔咧受气的中间咧，还袂讲出来中间，忽然间心内怎啊讲？啊，人的好意吼，人的好意是要互咱较紧到迄个办公厅，我系办公厅。啊，所以伊就甘心咧讲啊，讲不要紧，免惊，有哪时就好。多谢你今仔载我来关公，有哪看遮无些啥物件。伫塞车的中间，你若要去欣赏边仔物件，是以前你毋捌欣赏的，车过就过啊。总是伊塞车，你就慢慢驶啊。伊讲你互我有机会通去欣赏边仔物件，以前拢无安尼欣赏。讲因先生嘛，伫迄个重担的中间吼，伊知影慢就重担，对毋对？怎啊开拢起来？啊，即个太太嘛，因为安尼足快乐。你我生命爱求上帝，互你我有智慧，通好知影什么排伫第一，什么排伫第二，什么会当改，什么袂当改，来成做你我愈来愈完全顺转的人。上甲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对阮来讲，阮是美色，总是阮嘛亲像大伯王对你所讲的，人是甚物，你竟然看顾伊；人的囝是甚物，你竟然因带保守因的心思意念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伫你的面前学乐敬拜。我确信你要对讲甲听的人心来讲话。你就互阮会当调整，来得到你的祝福，来荣光上帝你的圣名，来利益一个人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免。这是咱来吟回应诗，圣诗321首，圣诗321首。我主，我救主，我真爱得完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即时咱来奉献，请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听阮的主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阮一段疫情中间，阮的兄弟姊妹拢有主你保守的平安，也求你保守阮的政府有咧智慧来控制这个有关肺炎，阮的百姓得到平安。当阮奉献金钱，是要做教会圣工的路向，求主你圣化接纳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。首先，咱先感谢苏长林牧师今仔日来本会正道，用上帝话语来勉励咱。咱今仔日吴伟院牧师嘛带领咱募款的同工前往百姓教会，请咱大家关心代祷。第二点，咱每礼拜三的查经班，也是伫咱的9月份9月初开始正式有实体的聚会，时间是阴暗时8点到9点，请有想要参加的兄弟，咱会当伫即个时阵，咱会当安排咱的时间出来参与，然后配合咱伫迄个防疫期间吼，咱小共咱有哪佩戴口罩。第三点，咱每礼拜五阴暗时7点半到9点，是阮提摩太牧区遮的老师啊甲同工，阮伫即个时阵，阮拢会做培训，阮嘛会做迄个课程的预备。即方面嘛邀请大家为着阮提摩太牧区参与的同工参与的老师，为因来祝福祈祷。第四点，咱的小组也伫9月份有正式开始会当恢复参与，邀请咱兄弟聚会煞了的时阵，会当去找咱的小组，伫迄个所在做分享跟联谊吼。今仔日因为着雨天，牧师有交代讲，今仔咱小组先迄个无举行吼，咱会当提早转去安尼。第五点，最近的迄个疫情，伫台湾北部有造成正大的扩散吼，毋过邀请咱兄弟毋好伤惊吓，吼，咱着做好家己的迄个防疫规定吼。外出的时阵，小共咱的口罩嘛是爱挂好势，勤洗手，消毒，保持迄个社交的距离，伫祈祷中，为着咱世间的疫情所望祷告。第六，咱伫迄个拜二到拜五下晡4点到8点，咱拢有国小、国中生来到咱教会，吼，伫即个伫1楼的副堂遐，拢有咧做功课的复习，是写因的作业，吼，由那个子安兄弟，就是青少年，因为迄个所在伊会做陪伴。咱阴暗时，咱拢有备办迄个阴暗顿，互囡仔食。因为遮个囡仔毋是干那伫即个所在咧准备功课尔，
因嘛是足愿意接受迄个咱的圣经课程吼，咱的吴伟渊牧师拢会带领因来读圣经，啊拜三嘛拢含阮参与迄个读经的迄个讲的课程吼，我会感觉讲吼，为这样事，咱有咧小共继续为遮的国中生吼来祝福祈祷，因为咱来到遮，咱来大桥教会来到遮，就是咱要引带青少年甲国小的学生吼，作为互咱的迄个大桥教会有一个青年的活气伫的吼。感谢主。然后第7点就是咱旧年度上下学期的奖学金有迄个开放的申请，啊，咱嘛欢迎咧读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研究所的主女吼。如果若有，咱到1楼，咱印咱的申请单，写了，咱交咱的迄个治安兄弟。公道的事项也请咱家己看，受请9月份也请咱家己看。那奉献的部分，咱家己看。如果若有问题，请咱往咱的会计部来更正。这个时阵，咱伫咱的公道的事项吼，咱要用一首歌，信息400首，愿主日来甲你同在。咱用这首歌，用祈祷的心来唱出这首歌。伫咱的公道的事项，咱拢会当为因互相来祈祷。请咱起立，咱来吟信息400首，愿主日来甲你同在。愿主日来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所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流活水，你无不暗暝看见主的歌。主你来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所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流活水，你望有暗暝看见主的歌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咱来读今仔日的迄个金句吼。记载伫哥林多后书1章4节，咱台语读一解，华语咱读一解，咱做伙来坐念。阮伫逐样患难中，伊安慰阮，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，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。哥林多后书1章4节。这个是咱要邀请牧师，咱来接。兄弟平安吼，咱今仔日会当来教会的，亲像牧师讲的，1箍银的信心吼。啊，虽然台风天，但是无阻止着咱来教会来聚会来朝见上帝吼。啊，咱来看迄个今仔日的迄个寿星，即个月寿星吼，因咱也袂迄个唱生日歌吼。啊，因咱的牧师无伫的，啊要请迄个苏牧师，等来甲咱祝福一下吼。啊，伊即个月有明宏兄，啊个迄个恩德兄吼，啊个爱姐我看今仔有来嘛吼，啊个有静瑜，啊个有慧荣，个有修真兄嘛，今仔嘛有来吼，个有森德吼，啊请咱两位起立一下。安尼吼，安尼做伙起来，感谢主来。
爱这伫倒位？哦，爱这吼，来，阮看者吼，来，啊，受这险嘛，来，我拄有看到啊，吼，来，啊，恁请迄个，咱来唱一个生日歌可以吗？来，请恁起立一下吼，来，啊，迄个唱歌请牧师官祝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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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咱做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的恩典，就是你互阮这兄弟姊妹，伫你好旨意的中间来出世。经过父母栽培，到伫这段时间，你还阁互因安然自在。阮恳求你，互因的日子，伫生日了后，比以前更较精彩，是因为会当做你好的见证伫人的中间。你毋定祝福因，定定嘛祝福在座这生日的每一个人，因的家庭，对大到小，你用你的疼包围因的生命，用你公义的光照伫因头前的路径，互因安然自在。阮感谢你的祝福甲保守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免。啊，遐歌都唱了啊吼，啊？哦，来，每个来，不是那么个，来，我知如意姐哈，我无记唔到如意姐哈，欢迎哈。如意姐拄啊伫遐足歹势，讲唔免甲我介绍哈。哦，林显志哈，哎，欢迎。啊，这位是，哦，安尼啊，欢迎真欢迎哈。好，去祝祷嘛吼。来，请咱起恁请咱的所不是甲祝祷吼。三人刚刚起立吼，刚刚起立。主上帝，你的公义上水，因为伫公义的中间，你要还看见你的光是照伫阮头前的路站。阮特别为着伫即间教会咧栽培青少年以及国小的同学，恳求你恩待保守，互因对来到伫教会，无论是功课，无论是生命，拢有得到水的成长。伫因家庭的中间，会当成做活活的见证。阮特别恳求你祝福即间教会，因所做的工果然运行伫人的中间，伫即个社区的中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医治的主，你要继续伫阮的身躯动水的工。我毋知影你要怎样做，总是阮确信你互阮的恩典是上水、上界有医治的功效的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对顶面赏赐阮在座每一个人有你的智慧，因为智慧若是对你来，阮就袂会骄傲，阮就会谦卑。阮常常会调整阮家己，得到完全你得到你欢喜的地步。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你真实的平安、喜乐、永远甲恁三甲地地，以及恁的家庭大细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阿免。阿